伫咧嘉义县专门照顾智能障碍者的绿德儿智能发展中心，这院内要到100位医生甲工作人员。最近着民间的基金会呢，替因起一个300平的温室，提供各种健康的食材，要或者医生会当透过实际做餐的体验，去学到这真正的物件，抑个自我的肯定。 300平的温室有汤丝仔菜、蚵仔白菜等等无同的青菜。入口的所在，佫有写着每个月会当收成的青菜。落地伫智能发展中心的董事长讲，遮种的青菜拢无用药啊，毋但会当互医生食，佫会当替基金会来省钱。青菜一工一个人食20块，一工爱2000块，一个月就基本上爱6万啊。那我是希望讲吼，会减轻一寡经营的压力，靠一寡。 其他的收入来平衡一寡缺口。嘉义县面向的落地智能发展中心，拢一直咧照顾身心障碍的人。张金发慈善基金会为着要减轻因经济负担，专业关注落地来起这间温室，希望替内底医生也提供健康的食材，也替因打造合适的环境。热心来帮助这身心障碍这个朋友吼，所以阮就是发挥阮家己小小的力量，这个建设的这个经费拢总300万吼。 阮都有甲赞助，阮大约有20个左右会当来遮，重度的都无法度。阮的小朋友会当来竞彩，会当身心调节，会当互伊学习工作的机会，还佫互伊吼会得到迄个一寡成就感。落地教育基金会表示，庇护工厂生产一款伴手礼，销售的状况无讲介稳定，希望透过温室友善种植的青菜，替基金会增加收入。 未来若是经营有成果，嘛会暗算为这方面来发展，希望替医生未来的生活提供更较稳定的照顾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